豉油就係豉油，根本冇生抽同埋老抽之分嘅。生抽同埋老抽其實係90年代工業化生產演化而嚟嘅。呢個搖個動作呢，就叫做抽。製作豉油嗰啲老師傅們呢，就會將一定比例嘅麵粉、黃豆、高濃度嘅鹽水按比例調配，然後曬足300幾日，第一次抽出嚟嘅油就叫做頭抽。咁老抽係乜嘢呢？老抽呢，其實就係持續暴曬，令到水分蒸發。咁佢鹽度氨基酸就會提高噶啦，佢變得更加濃稠，顏色會更加深。呢個時候就會變成非常之好上色嘅老抽啦。喺現代化生產過程中呢，老抽係點樣整呢？其實就係已經出咗3次油，已經冇乜鮮味噶啦。呢個時候再加啲焦糖色，呢個係國家認可嘅添加劑，加咗入去之後呢，就會令到顏色上色會更加靚，但係呢個風味會好差，因為會有一陣嗰個焦糖味嘅。靚嘅豉油攞嚟打邊爐點豉油真正係一流啊！有啲豉油攞嚟上色，有啲豉油攞嚟炒菜，但係對於我哋廣東人嚟講，原汁原味先係最好嘅。我係豉油佬，關注我，了解更加多食品嘅美味同埋真相。